呢個係湖南省一間煙花鋪發生嘅爆炸，而鋪頭老闆係有心咁做。你可以話佢係想俾公眾睇下佢所受嘅痛苦。而家你見到佢錄低自己最後嘅說話，拍咗段片之後飲咗佢哋，基本上就係想結束自己嘅生命。喺嘅遺書入邊叫大家去華泰城嘅煙花，仲講明當地政府人員、街道辦書記同其他人多次用唔同藉口要求嘅煙花同其他禮品，佢哋唔俾錢，甚至仲要佢俾錢。基本上咧，呢個男人咧係一個老實嘅煙花鋪老闆，但就俾政府嘅職員搶劫。佢甚至指控成州副市長彭勝智喺煙花行業管理上搞一刀切，做得太過火。而家雖然佢哋做聽落好奇怪，話係要報復政府，但其實呢可能係唯一可以證明自己仲有影響力或者發聲嘅方法之一。因為佢中國雖然呢啲行為睇落好似恐怖襲擊，但其實背後嘅意思係，當人哋想投訴自己受苦嘅原因時，根本冇權威機構可以求助，亦都冇人需要負責。換句話講，當人哋抗議或者做咗嘅極端嘅事，其實反映咗一樣嘢，即係呢啲已經係最後一步，因為佢哋知道，除非做咗好極端嘅事，否則根本冇可能令政府有任何反應。換句話講，就算佢哋幾咁想改變現狀，最終都係冇結果。我覺得呢個就係中國而家最大嘅問題。事實上，你哋無助，無論你想揾邊個幫手，都無路可走。雖然政府成日話你生活得幾好，但呢啲情況就清楚咁揭穿咗佢哋嘅謊言。